啊？搞乜鬼啊？大戰，囡囡與陳永森大戰中。哇！升龍拳，我囡囡準備反擊，出口咬，哎呀，俾人左右拳。學隻貓。哎呀，弊啊！囡囡連續3次被擊倒，囡囡開始要應戰，點知俾個升龍拳打出，哎呀，不如出茅招捽面面，呢招囡囡未接受過喎，啲貓鬚添仲要，死啦！囡囡已經處於一個被攻擊嘅狀態，佢而家黐埋咗牆角，點算咧？佢會用咩反擊咧？嗱，囡囡準備定好，哎，出擊，左右拳，右貓拳。有左貓拳，打！呢個時候，呢個觀眾就喺度無聊做緊嘢啦。好，繼續打。哇！連續擊3拳都中唔到囡囡喎。哇！囡囡攻擊成功，囡囡用呢個口咬攻，仲有一個兩攻擊成功啦。哎呀，囡囡又受襲啦。擊敗咗一隻被擊敗嘅貓，你睇下。10、9、8、7，我哋影下呢個選手個樣。5、4、3、2、1，叮叮。好，今次嘅勝方係陳狐仙。